各位早晨，今日天氣麻麻地啊，多雲又有雨，大家返工返學記得帶遮啦。先睇下分區氣温，截至上晝7點，各區嘅最低氣温介乎19.1至到21.1度，至於最高氣温就介乎21.3至到23.6度。全睇風勢圖，一股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緊廣東沿岸，另外一道雲帶覆蓋緊華南。預測大致多雲，朝早有一兩陣雨，日頭氣温徘徊喺21度左右，稍後逐步下降到夜晚市區最低大約19度，新界再低一兩度，吹和緩至清勁嘅北至東北風，夜晚離岸間中吹強風。展望未來2、3日朝早稍涼，天色逐漸好轉，週末至下星期初天晴乾燥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嘅水平。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2，強度屬於低。跟住睇埋大灣區城市嘅天氣。澳門珠海落雨，中山江門落雨，肇慶佛山落雨，廣州多雲，東莞落雨，惠州、深圳落雨。天氣先講到呢一度啦。